好多自媒體俾個稱號，我叫執笠界 KOL。今日我同大家傾下我個創業經歷啊。從14年到而家，我開咗差唔多20間餐飲店，亦都執咗20間。好多朋友都好奇我點解有咁多錢蝕，又話我敗晒我老婆啲身家喎。其實一直嚟我哋都係合作伙伴，一齊學習，一齊投資，一齊執笠。我哋都係普通家庭嘅孩子，我哋開嘅第一間店3個月就回本啦。嗰陣時自媒體未係咁發達，我都算係第一批好早就翻嚟內地創業嘅藝人。嗰個年代仲係靠報紙同埋公眾號嘅宣傳，我好記得啦。第一間店開張頭3個月，每日都排晒長龍，一個月做嘅營業額30幾萬㗎。因為我第一間店做得唔錯，所以好快有第2、第3間，跟住再有加盟嘅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間。然後我哋創立咗自己嘅品牌，雖然唔係每一間都係全資，但係每一間我都有投入資金入去㗎。故事嘅發展大家都知㗎啦，我失敗咗。後來我哋去復盤，點解你失敗呢？2個問題：認知唔夠，經驗唔夠。我哋創業呢幾年有股東投資嘅錢，亦都有銀行借嘅錢，我哋都變咗負債嘅人，每個月有高額嘅還款壓力。而我亦都因為失敗越嚟越低迷。講起嚟真係一匹布咁長啊！未講完嘅，下次再講你聽啦。